思乡，泪断剑念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亡命月，心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刚才还欺负我，抢我的剑，现在碰到这个大野熊一样的坏人，嘿嘿，要倒霉了。少羽，老朽先走一步。我还有楚家的使命没有完成，我不能死。这是无双的血，这就是葛聂的百步飞剑，一刃断喉。削断这片树叶的是渊红，而不是葛聂。我已经传信给苍狼了，他会即刻出击，前去追踪。他是他。够了！哎，原本你和你的聂大叔想要去哪里啊？怎么了？那是我和聂大叔两个人的秘密。我这是为你们着想。你们知道这一路上会有多少危险吗？秦兵来一个，聂大叔就杀一个。聂大叔是最强的。哼，看来你还不知道你聂大叔的身份吧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知道的话，就该知道他曾经是嬴政身边的第一剑客，6国之内有很多他的仇敌，都想要杀了他。这里前后几十里没有人烟，要大家留意一点。哎，你看那里，什么也没有啊！你仔细看，那边有东西。
这些马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梁叔，情况不妙，怎么回事？你看我们身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狼，狼？很多狼。奇怪，怎么会一下子跑出那么多狼啊？这里是以前楚国和吴国边境上最荒凉的一段，前后都没有城镇，狼群在这里就是最强大的生物了。苍狼王，大叔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喂，你看到没有？范师傅、梁叔、少主请二位过去。葛先生有话要说。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敌人就是苍狼王。苍狼王就是那个臭名昭著、被称为黑夜刺客的刺客团头目。就是他。听说他曾经为韩王服务，韩国被灭后，他就音信杳无，想不到在这里出现。啊！有人能控制这些狼？以我方的实力，是斗不过苍狼王的。那他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啊？他在等待最佳时机。什么时间？笨蛋！他既然号称黑夜杀人魔，那么最佳时机自然就是在天黑之后了。就你懂什么叫时机？其实我也早就知道。哼！在天黑之前，如果可以逃出这片平原，就有机会活下来。狼群都有自己生存的范围，我们要加快速度，离开他们这片地区。将。马车的速度太慢，必须舍弃一步。有4匹马拉一部车，除了粮食、水，还有武器，其他的东西都扔掉。少主，接住！狼虽然凶狠，但是怕火，用火可以阻止他们逼近。所有的人都必须拼死战斗，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。开始了吗？大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是不是想要变强？啊，是的。证明给我看，用这把剑。是，大叔。过来吧。
什么？这些废物哪里值得我出手？你的力气很大，可惜你的咽喉跟普通人一样脆弱，很容易被拧断。可逆，把人放下。如果你要我放开他，为什么你还不动手？葛先生的伤口又裂开了，如果他和苍狼王战斗的话，会被杀死的。一个受伤的剑圣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想从我手上救人？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！我先从你开始。没有你的打扰，所有人都是我的美味晚餐。我会慢慢享受这难得的时刻。快闪开！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大叔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是重伤之后失血过多造成的体力虚脱，并没有受新的伤。你们看，
正在救治一位重病人，所以让我来代他迎接各位，请诸位大哥前辈恕罪。狼是一种很奇特的野兽，它总是行走在寒冷的风里，似乎是故意躲开阳光，生怕暖洋洋的温度使它淡忘了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残酷和艰险。为了使自己记住这一点，它非常的残忍暴力，即使对待自己的同类，也没有丝毫的怜悯。狼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顽强、最可怕的动物。有很多人就像狼一样的活着。大叔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天明，这条路你一定要走下去，无论我是否在你身边，知道吗？大叔，你要离开吗？特地买了支笔。哦，干嘛用啊？这支笔带笔锋的，就是写出来字比较漂亮嘛，给咱们粉丝们签个名了什么的。这条路你一定要走下去，无论我是否在你身边。是